墙面顶面挂几百展出作品，除了显目色水甲花草图案以外，详细搁看材质，有人可能搁真实施，因为这是早期的洗衫帮还有菜店。他这次的展览呢，我们特别去他的艺廊，找到很多他对环境保护的意念，他的比如说他对天地的崇敬，像这些是废弃的人家不要的洗衣板，人家不要的切菜板，他就拿来做创作，并且那个内容你可以看到他对天地的崇敬。这栋由远东科技大厦规划、于世风华环保思维的展，是学校为了推广 ESG 永续发展理念，特别邀请国内外拢相当出名的蔡宇老师甲康思浩老师来做展出。这一档我们特别把主题设定在 ESG， 就是联合国他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，全球都能够达到零排碳。那在以学校的教育立场，我们希望学生对 ESG 是有感的，并且我觉得这一场是很特别的哈我们把 ESG 融入在艺术的涵养里面。两位老师利用废弃材料进行创作，除了有洗衫帮、菜店、抹布，还有灯笼会当作为画布以外，连石头嘛当发挥，依照石头原本的形体变化成为剑塞甲残图，还有毛毛糖顶古锥主题。这边也是石头，我们看到的是剑师，在安平，剑师是一个文化的图腾，是一个文化的图腾。那这里呢？也是石头，它按照石头的形状，画成毛毛虫，画成蟾蜍，非常有趣。远东科技大厦表示，这次展览作品是相当丰富嘛，真有内涵。展期为即马开始，一直到5月19号开放给民众参观。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